麥冬有4種搭配，補腎益肺、清心安神。第一種就係麥冬加元參，每樣6克嚟焗水飲就可以滋陰潤燥，適合嗰啲咳嗽冇咩痰嘅，又頸渴咽乾、肺陰不足嘅人。第二種呢，就係麥冬加百合，都各樣係6克，焗水飲呢就可以養陰潤肺、清心安神，對於喉嚨痛啊、心煩心悸失眠同埋陰虛燥咳嘅人。第三種呢，就係麥冬加北芪，麥冬呢都係6克，北芪呢可以用到10克，咁兩種搭配呢嚟焗水飲就可以補氣滋陰，適合嗰啲平時唔想喐、好懶散或者呢一喐就特別容易出汗嘅氣虛乏力嘅人。第四種呢，都係麥冬6克，加埋黃精呢就用到10克，就可以補氣養陰、益腎健脾、潤肺，適合嗰啲久咳傷咗肺嘅同埋腰膝酸軟、肺腎陰虛嘅人。